好，1662年正月16拜一，早起天气还阁含早暗相像，规工拢是寒冷透风的天气，无值得记载的代志发生。收到副司令官的一张来批，内容如下：谨致尊贵的 Frederick 贵伊阁下顶任，尊贵、威严、英勇、深受敬重。聪明、智慧又阁谨慎、谦虚的阁下，据你阁下的提议，即是敌人可能伫海边啊上无采大炮，这什么意思？最没有架设大炮，这什么意思？爱派一两只配备上好的大炮的大船，试咧沿海岸。去用小胖船破坏因伫洋条沿那堡。头前毋知是安怎写毋对我。为着这个目的，我认为上适当的船是快艇东伯夫号甲小便堆船 Turbo 号。Turbo 号呢会当挖近岸边，东伯夫号比较需要距离岸边较远一寡。今仔日我中昼的时阵，利用风平浪静、天气良好的机会，派这两只船去岸边。但是迄时海影有一点大起来吼，是写雄鹰啦吼，我都这雄鹰我拢无安尼读吼。海影较大起来，无法度来瞄准射击，同时也因为欠缺一寡物件。无法度去破坏迄寡新仔人，所以又搁趁即个海流转来停进厝附近，而且大音已经要来吼，等等，所以目前未当派船去破坏即个新仔人的迄寡工事。尊贵的阁下，愿上帝保庇你阁下万事平安。下面写着你阁下实际的部下签名。Michael Anglican 边仔写1661年正月16号伫停伫台湾头前的停船处的快艇 Nairden 号顶头。117拜二早起好天，早暗敌人伫咧望远含即个市场南边搬来真侪宝拿。伫咧即个市镇里四过，也有一寡粪堆倚伫即个迄寡厝吼。下晡，阮即个市镇发射2发榴弹，即2发拢发射成功，收效良好。因也有时会对南边经由内海再得困来即个市镇。阮也看见真侪舢板伫咧即个市镇里来哦。好，正月18拜三，早起舒适的夏日天气，但是有一点冷。阮看见敌人早暗又搁搬运一批宝拿来墓园，也又搁搬运受困的竹来即个市区。上午，阮即个市镇发射2发榴弹。但是2发榴弹落落伫咧墓园的后面吼，看起来有特别好的效果。因为阮看到，因为即个射击，一间厝煞崩落来吼，真侪柴棒吼飞去天顶，弹出来就对啦，弹飞去天顶吼。迄寡柴棒有一寡落个南边公园内面去。9点钟的时阵，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也调迄寡军官同齐来开会。会中决议爱甲迄3门大的重炮搬离伫岸边的迄个木栅，用较细门的炮来换吼，并且决定要派迄只小便堆船 Turbo 号，赶紧搁去小琉球一抓吼，去装运竹啊。
下晡派人去交换菜顶面所讲的迄寡大炮。迄只小便队阵特步号也赶紧出航。阮利用即个机会，互队长 Aldo 写一张批，毋是互啦吼，甲队长写一张批啦，写一张批要互即个队长啦。好，下底就是即张批的内容。Aldo 先生，即只小便队阵特步号，你阁下爱紧装上尽所能会当装运的大量的竹啊！长度上倒嘛爱13尺，为着要处理即寡竹啊，我即个竹的发音是对啊毋对？我来感觉我自细汉安尼讲嘛，竹啊，我拢捌听过吼。情变调吼。有个袂记啊，吼，先找这吼，竹是竹棒嘛吼，竹是第4条，歹势啦，我家己爱小查一下吼，情变调吼。简单来讲，当历史接伫事尾下字头前的时阵，会拍破原本的连续变调规则，改用一套专属的关键音变化。以下是情变调的核心原则吼。原本声调是原音调类，变调规则就改变第一声，譬如讲装啊，就是音平、音气、音律、用气，这叫做原音，什么意思？这我阁无学音平、音气、音律、用气。音律是入声音嘛。第7声，毋是加音调吼，改做第7声，譬如讲变做啊。好，情变调吼，来听一下别人讲。无声。前的字只有1和7两种。台语的情变调，接在前的字只有1和7两种变调。原来变调抬高的则会变成第1调，降低的则会变成第7调。来念念看以下的例子：鸟啊、鹰啊、伊啊。好啦，意思是讲情变调就变做2种尔，无就是悬，无就是低啦吼。悬就第1调，低就是第7调嘛吼。2、3、4改做第1调，1、5、7、8改做第7调，就安尼吼。鸟变鸟啊，囡变囡啊，伊变伊啊，笋变笋啊。第3条，比如讲蒜吼，蒜头的蒜，蒜啊变第1条，土变土啊，棍变棍啊。所以呢，我拄则讲竹是第7条，1、5、7、8变假音啦吼，竹啊，竹变竹原来是竹啦吼，竹是毋是歹势，竹是第4条吼，变竹啊吼，变竹啊。
好，安尼说我拄则读对了哈。2、3、4变第1条，1、5、7、8变第7条哈。好，来，转来日志写哈。好，讲阿道先生即只小便队阵退步后，你阁下爱真紧装上真数能会当装运的大量的竹啊，长度上倒嘛爱13尺，为着要处理即寡竹啊，爱动员所有其他船只所有人员。伫处理即寡全部的竹啊以前，爱暂停扑查的工作。即只小便队阵的病人也爱留踮咧迄边吼，留踮咧小琉球遐。你阁下伫接到进一步的命令以前，袂当离开迄边吼，意思是袂当离开小琉球甲对岸台湾西南海沿海遮。如果因若伫本国对以前无来小琉球，安尼你阁下就爱伫2月1号或者是2月2号去放索啊，甲嘉乐东中间的即个预定地，亲自去挖掘迄个海边啊。听候 Hendrik Norden 先生5到6工，但是若是伊已经带领伊迄阵人对避难来到遐，就要尽量较紧，而且确实甲因拢带入去准里吼，航回处地，航回即个台湾遮啦。伫听候因停留伫遐的期间，你阁下爱坐小船去挖掘陆地。我近到会当看到阮迄寡人是毋是有伫遐，就是诺顿先生所讲上适当而且上清楚的所在。特步号所有人会互你阁下指示迄个所在伫倒位，会当互因来来互因来落船的所在。落船是红布吼，袂当信任佛罗摩萨人离去岐山吼，或者是去到因边啊。爱互因有机会坐船来攻击。如果特务号及时转来处地应该是伫台湾遮吼，阮会派该船搁再去你国下遐。迄时也有可能会派迄只领工船同齐去。要载即个插头转来的时阵，爱命令其他的船只，伫咧无致到危害航行之下，尽量加载一寡竹仔转来。也会当捆得增温吼，什么意思？叫做捆得增温，捆较倒的。好，阮的敌人又过来第2号场驻军咯。伊对北线尾搬来10门大炮，也调来一寡士兵，其中有一寡留伫驻军的所在，有一寡留伫即个市镇里。真侪新的宝拿搬来迄个市场后面，甲望园遐，也做一寡分推，因想要成功攻击倒位，阮也阁真学来要吼。阮相信阮的上帝保庇阮，脱离伊的暴力，互伊的计划变正见效。就此搁笔戈壁啦吼，我的脚踏啦吼。问候致意也足顺利成功。下面写着你阁下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Guy， 边仔写着1662年1月17号伫佛罗摩萨的日亚城吼。规工拢是好天，阮听着着人伫即个市镇里4月无用活动的声音，也看到因犹阁伫咧规位继续咧甲粪推徛起来挖迄寡厝。暗头啊，乌阴天，并且落一寡雨。今仔日也有2只篷船航往外面去。正月19拜四。哎，我来摕只物件来啉吼。
正月19拜四，早起天气甲昨暗相像。透早真早，两个徛伫迄个碉堡边仔滚的骑兵，掠着一个新仔人落工吼。迄个人对即个市镇出来，沿着南投园的海边仔往第二渔场行来，可能是打算要继续行去搁较远的所在。即可问阮讲下面的以下的话，伊讲伊是一个农夫，是昨昏送番薯去即个市镇的。伫即个市镇呢，士兵制作真侪宝拿，伊毋知影即个市镇有偌侪士兵，也毋知影伫个南投园有偌侪士兵，伊嘛毋知影南投园是由虾米人伫指挥，伊毋知影敌人有虾米计划。伊讲虾米拢毋知，伊看到即个市镇呢，做真侪粪推甲真侪宝拿，阮的迄寡荷兰人伫遐，伫倒位伊嘛毋知。伫赤坎迄寡田园里有种番薯，也种有大麦甲豆仔，国师也伫杨条，伫迄个围鹿附近以及搁再过去的迄个所在制作真侪宝拿，也伫遐咧装沙土。阮发现即个人讲真侪白贼，因此甲伊带开要等到较适当的时间再过来质问伊。敌人又搁搬运真侪宝拿去市场后面甲墓园遐，下晡互早起掠来迄个新仔人，留啊受着苦楚了后，搁再一次严厉审讯伊讲下面的话。结果写一个注脚讲，伊所讲的话因为真无清楚，伫遮无爱甲伊记载。阮决定甲即个新仔人用即个镣铐甲伊铐起来。约了下晡3点的时阵，有一只大的篷船来对面的北线尾沙洲的南端停船，来增援停伫遐的其他5只篷船。阮看见敌人搬运真侪宝拿去第二渔场遐，而且看起来因要伫个杨条迄边用即种宝拿甲迄寡围鹿分隔起来。因规工规暝拢伫个市镇里无用来无用去吼。夜间2点的时阵开始伫对北方透风落雨。正月20拜五，早起也是透风又搁寒冷的天气，阮看到昨暗敌人伫个墓园的头前搬来真侪宝拿，伊又搁伫个市场后面载来真侪宝拿。根据阮看起来，因是要对准迄个有着了一条宝。因为因伫上述迄寡宝拿固着起来的炮台的枪眼，拢迄个碉堡。今仔日阮甲一切拢安排妥当，只是每一个人伫遭受攻击的时阵，应该手臂的攻位，并且配备了武器。长官国下站也伫顶站城堡过暝。敌人规工伫即个市镇的四过，你大你无用。暗时也是透风寒冷的天气，夜间也如此透风又搁寒冷。约了暗时10点钟的时阵呢，放哨的骑兵来报告讲，敌方有真侪人伫个沙轮的古地呢，咧活动大活动。11点的时阵，对迄个有着了一碉堡发射2发大炮，并且伫个迄个碉堡的北角点起一拍灯。1月21号，拜六，阮看到昨暗敌人伫个瓦群迄个碉堡下面的所在，用约了700个宝拿固着诚侪半圆形的钢丝，真侪人趴伫个迄个钢丝后面。6个阮的骑兵出去，被 Hans Julian Radish 所阻挡，袂当搁再前进。召开会议决议关系着此事。我来感觉即个 Hans Julian Radish 是啥物人？是迄个半岛去的迄个哦。看无？好，写一张简短的批寄去停船处，内容是安尼：
Michael Elgin 先生 ，Elgin 先生，诚实公正，清无婉路，细腻谨慎的阁下。你阁下收到这张批的时阵，不得延前，爱一龙较紧派 Neilton 号、东伯夫号甲 Louis Duinen 号往南航行，并且尽量挖近岸边，去留伫适合炮击秘伫敌人站用宝拿固着起来炮台后面的迄寡正侪敌人的所在。老长啊吼，讲去留踮咧什么所在，就是站用宝拿固着起来炮台后面的迄寡正侪敌人的所在吼。毋是，是会当炮击即寡正侪敌人的所在吼。好好观察敌人伫遐咧做啥物，因为对迄边应该会当比即边看得更较清楚。当看到对即个城堡飞动大旗的时阵，就要持续发炮攻击，一直到即面大旗收落来为止。过两日，若看到大旗又搁飞动起来，就要搁开始炮击吼。1662年1月21号上午伫台湾的咱遐，下面签名 Frederick Guy， 即张批就安尼写吼。甲即个市镇的状况，即个市镇的状况拢无改变。敌人规工持续对第二渔场搬运宝拿去因的工事遐，并且伫今仔日下晡就已经对迄遐发射小炮。阮就甲上细粒的榴弹炮搬运来下面，并且对遐敌人新固着的工事发射3发榴弹，其中一粒榴弹拍着迄个工事，阮收到2封副顺官所写来批。这2张批的内容全文逐字记载如下：写予尊贵的长官 Frederick 贵阁下等人。尊贵英勇顶顶的阁下。对你阁下来批了解你阁下的建议了后，阮认为迄有困难，除非阮会当互即寡食水较深的船只去到瓦近岸边的所在停船。目前即寡重量的船只袂当去到即个特劳的时阵，水深浅伫20尺的所在，而且要去因新工事的南边甲北边对海上因迄四周围啦吼来射击即个代志。以前迄只小比对船特步号捌去到水深12尺瓦近岸边的所在，用伊上重的大炮，也嘛是拍袂到迄个工事的一半的射程。如所建议安尼，搁再如此，试咧尽可能去瓦近迄寡工事，迄是袂讲无危险的，而且现在海洋真大吼，也无人知影我方的人是毋是会当瞄准射击。阮即寡船只现在停伫三峡的所在，深三峡的所在啦，也袂当去到靠较瓦近岸边的所在。愿阮的上帝眷顾阮吼，保佑伊的百姓。下面写着乐意效劳你阁下的信簿。签名 Michael Elgin 边仔写1662年1月21号伫停伫台湾的停船处的 Neilton 号顶头。好，另外写予东印度议会特命议员福尔摩萨主导师甲伊的臣民的长官尊贵的 Frederick 贵阁下。尊贵英勇、深受尊重、聪明智慧又搁谨慎谦恭的阁下，船只东伯夫号甲 Louis Duinen 号的船长来即只船顶了后，也拢讲因为即寡船只来遮尔瓦近岸边的所在停船，哪像无即个定钱的简短安尼？这是你写啥看无？连
强要连定都拢掠袂着，连定都无法度掠着对吼，因此也互船只袂当真容易来回转离去。又搁讲，迄寡船只因为会耍动，会对敌人得袂到任何的，将会对敌人遐得袂到任何的好处，因为袂当瞄准嘛吼。因的大炮将会无法度弹着迄寡新仔人的新的工事或者是副军，而且伫新工事遐对此地所会当看到的敌人的人数嘛无多。上使阮即寡船只拢停伫咧水深3线的所在，因此呢，若是会当得到你国下进一步的命令，航往海上去，以便避免所烦恼的各种危险，顺利来离开，安尼就真有帮助咯。愿尊贵的主，阮伟大的上帝，以色列保护者，唤醒阮爱有，就是甲阮唤醒吼。阮爱有坚韧的勇气，甲即个岁字坚韧的即个韧，我查一下。忍，化生阮爱有坚韧的勇气，甲细腻的思考，上义，愿意保庇阮抵挡凶恶的敌人的暴力。下面写着：你尊贵英勇、亲受尊重、聪明、智慧，又搁谨慎谦恭的国下，乐意效劳的神仆，签名 Michael Agent。边仔写1662年1月21号伫那电号顶头。要暗啊，写一张批留下这张批互副司令官 Agent。好，批是安尼写：副司令官诚实公正、亲无婉拒、谨慎细腻的国下，因为即寡船只袂当执行阮载去命令，因对现在停船的所在南移徙去阮指示的所在的即个命令，无法度执行嘛也无法度去破坏或者是阻碍敌人，所以为免遭遇危险，因会当离开现在停泊的所在，航回以早停船的所在，来像以前安尼协防阮即个港岛的安全。愿上帝保佑恁。并且请含阮同齐继续祈求伊的保庇。下面写着恁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Green， 边仔写1662年1月21号要暗啊。来停泊伫个北线尾南边酒厝遐的迄寡篷船，酒调遐的迄寡篷船吼，对今仔日早起就继续挂着旗帜，而且又有一只篷船来增强因的阵势吼。正式8点钟的时阵呢，敌人伫公防处附近开始大声宣扬，发出真侪显化叫声音。阮听到即寡声音，随拢举起武器来避战。暗时有一个士兵，原档案空白可能是写名有一个士兵伫个迄个有着个纸条堡下的炮台徛哨的时阵，逃走去倒扣敌人，惊死了1月22号礼拜日，正月已经读到22号啊下旬1月22号礼拜日早起，阮看见敌人又搁伫个早暗搬运真侪宝拿来市场后面和墓园头前，也搬运真侪乌土来市场内底。早起透早，阮一个骑兵就摕一条新仔人的头壳入来，
摕一条新仔人的手夹入来吼。即个人是早想要来偷袭阮迄个目沙，但是伤早被阮的哨兵发觉吼，肩胛头被弹着来倒卡伫遐吼，倒拍伫遐啦吼。伫迄今仔早起被即个骑兵掠着，对伊所穿的衫看起来，阮判断伊必定是一个大人物。因也伫咧伊的身躯边发现一支精美的大刀。迄个哨兵得到10个银，迄个骑兵得到6个银做嘉奖。做礼拜讲道以前，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先召开会议，所有伫咧圣保尼的中尉军官也拢被调来同齐开会。会中决定要变更昨昏的决议，要甲目沙的武力加强到希望敌人毋敢来偷袭。为此，要派真侪士兵轮流去遐固守。做了礼拜以后，今日礼拜日嘛吼，搁再一次召开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会议，会中一直决议，为着要搁较鼓舞派去固守迄个危险的目沙的士兵的勇气，决定如下的承诺，就是中尉伫咧迄个目沙指挥的期间，每遭遇敌人来攻击，你甲因拍退一摆，就会当升任队长。将旗官升任做中尉，中士升任做将旗官，下士升任做中士。而将每一天交替派遣的一般士兵，将会核证2个月的薪资，2个月薪水啦吼，加上每天一小杯高酒。迄寡固守伫咧迄个碉堡的人，也将互因同款的承诺，但是高酒无吼，因为因留伫咧有厝顶包围的碉堡里，比较会当抵挡寒冷。为着要派人制作骹擦、北擦甲即个腿擦吼，要含子就对啦吼，机关会当擦骹、擦北肚、擦腿的吼。阮将命令迄个人甲天顺厝迄边所找到所有的竹仔，拢爱摕来即个录像。即寡骹擦等等已经随派人开始制作。即个安息日，阮也做礼拜敬拜上帝。今仔日敌人有一只胖船，对北方来进入港湾内底，为着要蒙骗敌人。阮伫咧日头落山的时阵，日头落海的时阵啦吼，台湾看袂到落山啦，落海拄迄日就回连台东吼。阮伫咧日头落去的时阵呢，派100个到120个士兵去迄个目沙。即寡人，阮命令因爱伫咧天暗的时阵呢，转来即个城堡里，并且安尼来进行。但是当迄寡敌人看见即阵士兵去迄个目沙的时阵，因就搁开始警戒起来，大家拢行动起来，像狗遐安尼真快速行来行去。暗时啊，阮已经有真侪最好的骹擦、腿擦甲即个腹肚擦啦吼，摕来迄个目沙的四色安置。8点的时阵，阮迄寡可恶的盗贼的人，又搁对即个市镇用垃圾话吼。用垃圾话吼，污蔑的话语吼，肮脏污蔑的话语，我查一下污蔑。污读做污吼，污烂就对啦，污烂哦，所以污烂就是即个污就对啦吼。咱来看一下伊是用拉三目人叫做污，所以是弯曲啦，加污加污啦吼，污烂吼，我拄则讲污烂吼，诽谤、懒散。
无灭呢？污蔑灭，无灭，无灭，灭就是鼻孔流血叫做灭，污秽叫做灭，目拉三目拉三就是灭，目着惊人的意思。什么叫做目着惊人的意思？惊人是什么物件？我来查一下什么叫做惊人。惊人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担心人，第二个是恐惊哈，第三个意思叫做垃圾哈。所以肉着惊人就是目着垃圾。我今日差好对了哈。甘字典是讲目着惊人的意思，结果惊人是垃圾的意思哈。所以这个灭就是这个无灭灭就是拍垃圾嘛好，咱转来第二只讲如果对市镇用垃圾话、用无灭的话语来阮来画像一直画到9点的时阵，迄时因拢同时被赶离开遐，了后就拢无听到因的叫，因的话。伊个显化阮的父母大部分拢伫今仔日被送去寡大船呢。阮规暗拢听到着人伫即个市镇里真无闲的声。1月23拜一，稍等下，我来摕一下我的地。好，来，时间9点42分。1月23拜一，阮看到敌人站搬运真侪宝拿非常侪宝拿来因上头前摆的厝遐，上头前摆的厝头前啦以及搬去相当瓦近迄个碉堡的所在，顾着做炮台的形。也伫咧墓园头前搬来真侪宝拿，伫咧市场里即嘛贴真侪图，做到比壁搁较悬阮看到有着即条堡的即个情势，今仔日就甲这4月份，就甲这4个月份的各种粮食送入去迄个碉堡里，敌人也持续再大炮去因迄个新公司的后面，以及迄个碉堡的边仔。并且有时会用小炮来目沙来发射，但是看起来因为起伏不平的即个沙轮，无一发炮弹拍着目标。伫咧即个对面的迄寡篷船，有3只伫咧9点的时阵用篷启动，并且真扬来升起因的旗帜对因停船的所在航往因的迄寡炮台头前。这3只篷船的后面倒6、7只坐满士兵的小舢板，对因的乌人当中也有50、60个人出来，沿着海岸行一小段路，就坐伫咧涂骹即边咧观看。因拢武装配带着大刀、关刀、弓箭、枪啦旗帜甲劲推即个老。用扫啊北的推啦伫咧即个当中，迄寡篷船甲舢板还搁咧来回航行，
无摇仪是你耀武扬威。为着要加固阮迄个目屎的防卫，今仔日伫咧头前大设真侪卡擦，也伫咧头前安置四笑胯，顶有外面伸出真尖真来的即个铁钉的插棒。伫咧做即寡代志的时阵，阮一个目光被瓦棍碉堡的敌人迄个新的工事所射来、所弹来一粒炮弹，拍着刘甲骹头落去的小腿，甲小腿拍碎去。滴到无偌久，以后必须甲迄只小腿甲做断。下晡，伫北山尾的敌人又搁安静转去因的所在。伫咧南投园的芳船也拢平静落来，但是出航的较无平静。阮看见因咧搬运真侪茶帮去因的新工事内底，搬有真侪宝拿去遐。3点的时阵，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决议当对阮的决议了看到。暗时啊，阮听到敌人又搁伫咧市镇里无用力劳动的声音。暗时啊，开始透起真强的风，有时啊也落一寡雨点。电视讲迄边已经开始咧动作啊吼，而且愈来愈近我啊吼。攻击的发起日应该是诚紧啊吼，可能都要到，咱继续看。1月24号拜二，早起寒风吹拂啦吼，拂我个早者。拂读做拂吼，拂。搬拉伞吼，搬拉伞的拂啦吼，时勤拂拭嘛吼，迄个搬拉伞吼，清吼，清啊，知无？就咧清垃圾的吼，拭嘛是叫做拂吼，所以拂就是搬拉伞、清啦、拭啦、除去啦吼，固绝吼，叫做拂，为隔的为逆吼，为隔啦吼，为隔，亲像吼，拢叫做拂。第4条拂吼。好，来，过来日志顶来顶读。1月24号拜二，早起寒风吹拂，寒风吹拂吼，又搁落蒙啊雨的天气。阮看袂出来，昨暗敌人伫咧因的新工事遐有啥物任何加强的所在。因规工威胁伫咧目屎加强防御工事的阮的工人吼，规工咧威胁阮的工人。敌人将的气度来炮击目屎。下晡，阮的炮手南投园发射一粒榴弹，想要弹到阮相信有真侪敌军的迄个草莽。伫遐爆炸起来，但是却拄好落落伫咧东边的草莽，甲迄个草莽爆力击断，是啥物意思？草莽会当击断，击去啦吼。暗时啊，也是透风的天气，敌人规工伫因的新工事附近，像狗遐安尼动来动去。阮收到副司令官严建肯寄来一张被内容如下：这张被老长哦，一直到今仔即工啊吼，今仔日即工诶，内容是全是伊诶被吼，毋是讲介长啦，较毋是2-3纸尔啦吼，10外纸啦吼。好，来，互东印度议会敌人议员长官 Frederick 贵阁下承认。尊贵英勇、深受尊重、聪明智慧又搁谨慎谦恭的阁下，经过甲停伫伫此地停船处的所有船只的船长斟酌思考、斟密商议了后，大家将会竭力
我一直咧想，即个结里到底是第4条、第8条，我已经查到几万遍啊，因为我还是袂记的。我记得是第8条了，对了好，大家拢思袂就是极力进进啦大家拢会极力进进毫不求手毫不缩手当然袂使安尼翻啦也是好，大家极力进进就像副驾在厝诶决议副本会当看出来安尼。昨昏尊贵佛罗摩萨议会真相决定要甲大尊尼尔顿和踮咧厝地留落来。对此，我有无同的看法。我认为，因为人员的欠缺，因为船大又搁重，而且需要真侪粮食，因为欠缺桨甲小船各个桨啦即寡人拢必须要加以装备。我查一下桨，希望无读毋着。桨或者是桨，或者是桨。还有桨因为欠缺桨加小船，即寡拢是必须要加以装备，而且尊贵的公司也想要派该船去其他所在。该船会当伫下个月底派去巴达米亚，就像一向派即只船去遐，拢比派其他的船去对尊贵的公司的效用搁较好，甚至比迄只 Vink 号搁较好尤其是迄寡快艇拢同时同一个时阵对即个停船处离开咯，又搁会同一个时阵转来，所以即只船如上所讲，会当离开厝地，以便对即只船落一寡人员甲其他装备，来加强留踮咧厝地其他船只的需要。安尼做对伫要攻击敌人，还阁有共款好处。因为伫咧即个期间，若是尊贵的议会决定要甲即只快艇拿顿号留落来踮咧遮，就爱配备即只适应的小船，互即只快艇若无安尼袂使因为无即种小船的帮站，即只快艇无法度去攻击敌人，而且伫咧厝地即寡船只当中，也差不多拢找袂到安尼适应的小船，会当派去互即只船来使用。因此呢，就甲该船留踮咧厝地对，因此甲该船留踮咧厝地对尊贵的公司并无好处而且安尼做，尊贵的议会还阁会当有9个时间，照原本的决议，伫咧3月初派变做船 Vink 号出航前往巴达米亚去。对合约的观点来看，若是即个城堡需要合约，伫咧风甲天气符克之下，还阁会当对即只船送一批合约去城堡。但是若将即只船留踮咧厝地，留踮咧台湾遮啦即只船就家己需要即寡合约咯，其他的船只也会需要搁较侪合约。但是呢，若是命令即两只大船离开，安尼就将约有1500到1600磅的合约会当送到陆上去。而且，若是互即两只大船离开，厝地的船只还阁会当处置一寡有路用的装备，特别是新的船篷。在此，敬祝你阁下蒙阮慈悲的上帝怜悯，确保无恙，确保无恙。这个恙我来查一下恙读做用，
心肝忧闷就是用，郁卒就是用吼，身躯毋爱，破病吼，或者是一种用就是一种糖名，会食人的心的糖，叫做用吼。用即字就是安尼来，当然，所以其他是引申意思吼，心肝忧闷郁卒，身躯毋爱，破病等等。因为你的心叫糖食去嘛。好，来倒来你一只。在此敬祝你阁下，望阮慈悲的上帝怜悯，确保无用。下面写着尊贵英勇，深受尊重，聪明智慧佮谨慎的阁下，签名 Michael Angekin。边仔写1662年1月24号伫台湾头前田顺厝的哪顿号。伫较下面的所在有写下设商务员 Cornelius Cliff 真恳切请求温准伊坐每顿号前往巴达比亚，而伊对即只快艇哪顿号的少铺是有写一寡，但是袂当阁继续写落去啊。等等，1月25拜3。剩4分钟，我看卖啊。这篇落长吼，这篇落长啦吼，这篇应该发生大代志啊吼。啊，无嘛是一张批啦吼，2张批哦，全批啦。哦，这张为什么落长是全批信吼？好。安尼我就袂读啦吼，因为剩4分钟读袂了，读到一半废去。明仔再来读吼。好，拄则亚情变调吼，就是2、3、4变第1调，其他变第7调吼。好。安尼我来开房吼，感谢。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芭比有你吧？我无看到你。有歹势安尼，你稍等下，我无法度，无，我想讲要看一下有偌侪人伫内底。我敢若看到珊妮、马文甲田永兄，其他人拢无看。所以敢若安尼尔吼，搁你芭比安尼就对啦吼。看到你啊。好。有时啊会温馨呢，忽然间佫出现。对啊，就最近改版拢安尼啊。安尼吼，好。但是我无拄着呢，我是听你甲马文较常咧讲。这拄则乌索索忽然间浮起来，我真正目睭紧看浮起来，真恐怖。伊佫毋是忽然间出现，敢若浮起来迄种感觉安尼，达来安尼。好啦，OK， 好啦，开房吼，感谢，再见。再会。
知道汉语拼音是怎么发明的吗？你知道鲁迅为什么要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大丈夫。俺から言い出したんだから。何かあったらすぐ帰るよ。抜かしちゃってごめん。お店開けてきます。頼む。そっちは俺だ。言うの。まあ似てるからどっちだっていいんだけど。あ、ワン、ツー、スリー。すべての瞬間を覚えておくことはできないから。この気持ちをいつか思い出せるように。メモリーズ。